叉燒咧，肯定大家食都食到厭晒啦。但係加咗蘋果煮嘅叉燒，你哋又食過未呢？寫身咧嫩滑多汁，鹹甜適中，仲有淡淡地嘅蘋果嘅清香味。你如果學識咗咧，屋企嘅大人細路都好中意食嘅，而且做法好簡單噶，一個平底鑊就可以輕鬆搞掂噶啦。整叉燒想要好食咧，我一般都會買呢種梅花肉，佢肥瘦相間嘅，寫身嫩滑啲，冇咁炸牙。我哋呢邊咧先18蚊斤咋，唔知你哋買幾錢一斤呢？我哋將梅花肉切成2厘米咁厚嘅片，跟住咧抹乾水分，放入碗入邊先，再整翻2圈米酒，將佢炒勻之後，醃翻佢8分鐘左右。下邊我哋切翻啲蔥薑片同埋芫茜先，最後咧再切翻個蘋果備用。鍋入邊加少少油，等油燒到6成2之後，將醃好嘅豬肉放入去煎一煎佢。呢度記得啦，一定要用小火慢煎啊！煎好一面之後咧，再反過嚟煎另外一面，等兩面都煎到金黃焦香嘅時候咧，就差唔多啦。呢個時候再將啲薑蔥芫茜加埋入去，簡單咁爆啲香味出嚟。整叉燒想要好食咧，關鍵在於呢個港式嘅叉燒醬啦。有佢之後咧，其他咩調料都唔使再加啦。呢個叉燒醬咧係粵菜大廚根據比例調配好嘅，鹹甜適中，係好正宗嘅港式味道。配料表咧好乾淨嘅，冇啲亂七八糟嘅嘢，大人細路咧都可以放心食。除咗整叉燒之外咧，用佢嚟整叉燒排骨啊、叉燒雞翼咧都係好好食嘅。我將佢放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大家想整下叉燒嘅都可以睇睇噶。再加翻啲叉燒醬入去，跟住再將切好嘅蘋果都加埋入嚟。蘋果咧唔單止可以增香啊，仲可以軟化肉質嘅，等啲叉燒咧更加之嫩。再加翻大碗清水入去，開大火煮滾咗之後咧，冚翻個蓋，轉翻細火煲佢30到40分鐘。中途咧記得開個睇睇佢啦，如果太乾嘅話咧，可以加少少水入去嘅。我每日都會分享一啲簡單又好食嘅家常菜，不如點個小紅心關注支持下嚟，希望祝大家咧身體健康，日日都咁開心。時間到啦，我哋打開個睇睇，哇，成屋都係好香嘅叉燒嘅香味啊！你睇下啲顏色又紅又靚，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等佢冇咁辣手嘅時候咧，我哋再順住啲紋理將佢切薄少少，咁樣整出嚟嘅蜜汁叉燒肉咧，鮮香入味，啲肉又嫩又多汁，比出邊熟食店嗰啲咧好食好多。最緊要係真材實料，寫身咧更加之放心。學識咗咧，快啲將視頻煮法俾身邊煮餸嘅朋友仔一齊嚟整下啦！